係你脾氣變差，只不過咧你好耐冇休息，你攰過頭啫。嗱，以下7項，又睇下你中幾多項啦。第一，少少噪音，叮咁多打擾咧，你都會覺得特別煩躁嘅。第二，對越親近嘅人咧越冇耐性，事後咧又非常之自責喎。第三，人哋咧隨口問你一句啫，你就覺得人哋喺度質疑你、否定你。第四，越在意嘅人咧，你就越想避開，越唔想見，連 message 都唔想覆。第五，最近咧成日都講是但啦，點都得啦，其實咧你就再冇力氣去表達啦。第六，回覆一條信息咧都需要鼓起好大勇氣嘅。第七，成日個心入邊諗，唉是但啦，邊個都唔使揾我噶啦。嗱，其實呢啲情緒咧喺度同你擋緊子彈啫，唔係你人唔好，而係咧你真係好耐冇好好咁休息啦。嗱，留言打數字話俾我聽，你中咗幾多樣？呢一個咧只係一個自我檢測嘅分享，唔可以替代專業嘅協助。如果你覺得自己嘅狀態已經係嚴重影響生活嘅話，尋求專業幫助係對你自己負責任。DM 揾我傾傾。